兄弟，你初嚟廣東，推薦你試下廣東特色腸粉。這個腸粉我嘗了很久了。食腸粉邊係咁食啫，加啲辣椒醬先正噶嘛。廣東人不是不能吃辣的嗎？嚟，再試下我哋嘅白灼豬雜先啦。哇，看着很鮮啊！食白灼豬雜，飲嗰個小米辣豉油先至夠野味啊！廣東人對食材不是要求原汁原味的嗎？嚟，再試下我哋嘅煎餃，這餃子感覺煎得很香啊！食煎餃梗係配呢個酸甜辣椒醬啦，酸酸辣辣咁先夠開胃啊！餃子都要加辣呀！嚟試下呢個豬腳飯啦，這個豬腳飯看着都很沙飯啊！食豬腳飯邊少得呢個靈魂人物蒜蓉辣椒醬啊，咁先夠送飯啊嘛！廣東人都這麼能吃辣的嗎？廣東人的辣度極限不是紅燒牛肉麵嗎？嚟試下你街邊特色牛雜，這牛雜看着就很有食慾。食牛雜邊少得香辣醬啊，又香又辣，好食好多嘅。廣東人吃啥都加辣呀！兄弟，我最近不能吃那麼多辣了，再吃我的痔瘡就要爆了。咁你試下呢個919消脂軟膏啦，內痔外痔通通都搞掂啊！入邊有10倍嘅濃縮紅蛋粉，清熱止血、消腫止痛嘅效果都好㗎，就好似廣東嘅濕熱，用佢就至啱㗎啦。你怎麼隨身攜帶痔瘡膏啊？有備無患啊嘛！依家個個都好啲，一坐就坐成日，又去蒲吧，又食辣咁，生痔瘡仲快過生痘痘啊！我梗係備啲啦。那這個是怎麼用的呀？入邊一個立包裝推住輸白管，一推就上藥，單手就可以搞掂，一日2次，邊度有痔瘡就推邊度，而且仲唔會整污糟手啊！小白管無痔又純白，人哋睇到都唔知咩啊，隱私直頭爆棚啦！那感覺用着很方便啊！而且係由華陽39老派藥企專門研製嘅國家 OTC 認證嘅非處方藥，成分安全，品質療效有保障，俾嗰啲亂七八糟嘅藥用得放心啊！嗱，給我一支。這燒雞是不是也可以加辣呀？燒雞梗可以加辣啦，佢嗰個泰式甜辣醬，辣中帶甜，有解膩啊！哇，廣東人不能吃辣，果然都是刻板印象。那碗湯我幫你盛啦，你先喝吧。有999消失遠高在，果然怎麼吃辣都不怕。點解個湯上邊有層辣椒油嘅？